康比个差，切动的个执行康的，今嘛来就顾康上，对打康比个差的几把个是和我完全那么严。头嘛，我今年的第二个康比个技能，弄得这样都记得。第二个康比个差里如果做了，那么用家反击两边利用到，没鸟个做拉手这的是月啦。第二个门的这话里，派送保护设备利用拉手这的是月，但我今年的那个区别弄得记得。你都就落了年是光个罗萨种出土马点做了些，罗就今年这罗萨种出对呢，你大多用见面吧呢？兄弟你们在去看你偏偏了吧？参观了几两遍，阿如康巴这位两点些。阿罗拉康巴阿伊帕雨很多强多热。大量的爬起主播是三年月季的上的，那年末的呢，我去鸟为年轻人对这业里就中国那样，第三就做完多嘞，呀，大家今年的来把参观的两边，阿如康巴社会两的嘞，用下几年就赢。
你这个干那个不这些的追求干那个可不哟。热性的感觉可真把我等大强度于马康对马在院内的偏见耶稣给着全部原来热。但是的钱龙巴以内容，他这个人把动工资来一做，的钱个人动项目了所给转多了。但是人的呢，主播做了的钱龙边人的这些边，草马个不用往修。
个没得着嘞，同我领把先给那主播大几岁话些人多，佢主播登记了，他送保护设备了我的动力，立即提就要这个用于这些面的可先个。老师，这两场的人家这种利用给两边利用的去主播人不见边，下话他们这拦住用于这些面的嘢。桑花盛开在牧场，花儿鲜艳，幸福吉祥。边防军人为我们日夜站岗。边关。刚强挺立在高高的西藏，不悔青春，最爱雪山，最爱边关。最后有我们祖国解放军。故乡，雪莲花盛开在藏乡，花儿圣洁，幸福安康。边防军人为我们日夜守候。边关英雄，迎着风雪巡逻在长长的边防线，不悔年华，最爱祖国，最爱人民。金戈北秋，阿爸为你献上金色的哈达。边关英雄，藏族人民心中的守护神。藏族人民心中的守护神。满堂的领把先跟那中国伊拉莫些位注目些人多，给俺做那个叫呢，罗马下这来了哈讲个不远，可以两边派语些位两我的去东路先个。老师，今天唱的那个去讲罗马下这来用派语些位两我的去罗不注意，两我的我嘛也没有的。此必刚日，3000块蓝袍会雪白，此一梦蓝高了切松。
强我最前萨拉占比娘克是一木的高拉切松咖喱里松是有西山桥北当松人把囊松。亚洲那把电影个靠比个起连线的人长效联谊，那把自己把突击切，俺错连线居民农家用，打错吗？切林。